再生能源探險記。喺一個陽光明媚嘅下晝，樂樂正陶醉喺一個最新嘅時光村落遊戲入面。突然間，畫面一閃，樂樂竟然嚟到一個古代嘅村落。咦？點解我會入咗嚟呢個遊戲世界嘅？弊啦，手機冇電啦，邊度有得充電啊？喺呢個時候，有一個着住粗布衣服嘅姑娘阿花拎住鋤頭走咗過嚟。咦，小兄弟，觀其衣着，非村中人，你從何來？手中所執之物竟能發聲，難道係仙人之寶？點解佢講嘢咁怪嘅？我叫樂樂，嚟自大埔。呢部係我嘅手機，可以打電話玩遊戲。不過而家冇晒電啦，你有冇插咗啊？大埔電？我哋村入面只有雷電天降，未聞插咗之名。我要揾再生能源幫手機充電。再生能源就係太陽能、風、水嗰種可以重複使用嘅能源。你知唔知邊度有啊？我頭頂就有個太陽，村裏邊有條河，河邊有水車能磨麥子，村頭仲有風車，風一吹就轉。呢啲算唔算你講嘅能重複用嘅能源啊？不如我哋去揾村長婆婆問問，佢好有見識㗎。為咗尋找充電嘅方法，樂樂決定展開探索之旅。就係咁，佢哋走向村長婆婆嘅屋企。婆婆，我想用水車或者風車俾手機充電，你可唔可以幫我啊？哎喲，小兄弟，你手上之物巧奪天工，且識發聲。唔村嘅水車風車平時都係用嚟磨物嘅，未聞能引天電而覺。但係水車風車嘅發電效能太低，有咩其他方法呢？係啦，我諗到啦，我哋可以用手轉，人力都係再生能源啊！只要做個有把手嘅小架，轉動把手嘅時候帶動發電機入邊嘅小零件，就可以變出電啦。用手轉就可以充電，妙哉妙哉！我家上有木頭同小齒輪，我即刻去取。大家齊心協力，開始製作人力發電裝置。樂樂果真聰慧，竟知人力亦有可為。樂樂，你睇，我做咗個轉把手，裏邊裝咗小齒輪，轉嘅時候可以加速運行。如此設計，意下如何？太好啦！我將充電線綁喺齒輪上邊，我哋試下。就嚟着啦，就嚟着啦，着咗啦！手機充緊電啦，成功啦！阿花姐姐，你睇，人力呢個再生能源真係有用。我力氣大，可以轉多一陣，俾手機快啲充滿。原來我哋嘅力氣都係能源，真妙真妙。轉慢啲，唔好急，唔好勞累身體。樂樂，等以後我哋將發電機連接水車，屆時或可借水之力發電。就係充電成功嘅嗰一刻，夢醒之際。樂樂，醒啦！你做咩喺梳化上面瞓着咗啊？仲攬住部手機喺度嗌充電啊！媽咪，阿花姐姐同村長婆婆呢？我啱啱仲同佢哋做咗個轉把手，用手轉住俾手機充電，攰死我啦！我仲打算同佢哋一齊研發用其他再生能源發電。我明白電力得來不易，以後我會節約用電，珍惜每一份資源。你明白就好啦，樂樂，等你大個之後成為科學家，繼續將再生能源普及化，我哋都要齊心合力保護能源，一齊守護我哋嘅地球。